最后，我们来看阅读测验填空选择的题型。这种题型要大致了解文章的大意，再针对空格前后句子的语义、关键词等线索，选出正确答案。有时候，如果选项比较难判断时，可以将选项带入句子中念一下，就能辨识出前后语义是否连贯。比如这段文章中有3个空格，每个空格呢都有4个选项。现在我们来利用刚刚的解题步骤，一起试试如何选出正确答案。第一步是先了解文章大意，我帮大家读。奇怪，大路粉无养出八股，假娘主袂就一车金路咧，爱娘主女，娘主某，也有一讲爱讲，阿贤，假唔系金路啦，假系金出天，金出天。无唔错，金出天只是用来笑，要改用的。因为沿卡人出古，是真从事文风，抢讲无突，为错爱感恩，古神显现的智慧前身，表达对文处视察的敬重。突然长夜处久，也会骗出字者。原来是安啊，难怪闽南是台湾的保守志向。爱娘主爱敬出写文，那么是会涂抹是哦。我们看完文章，了解文章的大意是：作者在路边看到金炉，但旁边又没有土地公等神明要祭拜。经过作者父亲解释后，了解到这是敬字亭。客家人重视文风，为感恩古圣先贤的智慧传承，每年正月初9还会办字子的祭典，来表达对文字书本的敬重。